各位朋友，琴日大埔喺下午2點51分突然發生咗一宗嚴重嘅火災，相信每一位香港人，無論大人同埋小朋友都會知道㗎啦。火警迅速蔓延到多座嘅高層住宅大廈，亦都被列為5級火警嘅。熊熊嘅烈火吞噬咗好多家庭嘅家園，亦都奪去咗44人嘅無辜生命，亦都留下咗無限嘅傷痛同埋不安。喺呢一刻，我哋心中充滿哀悼，為逝去嘅靈魂默哀，亦為生者送上溫暖嘅祝福。而昨晚嘅大火咧，原因咧仍未有官方嘅肯定嘅。有人懷疑咧就可能係咧煙頭引發咗火源嘅，亦都有人推測咧火勢係可能因為外牆圍網違規裝修材料助燃嘅，而加劇咗呢個燃燒，亦不能咧會排除其他意外嘅因素㗎。不過到目前為止咧，仍然係調查緊嘅，未有確實咧證據去證明任何一個原因嘅。咁咧喺資料咧公佈之前呢，我哋應該係保持呢個謹慎啦，尊重呢個調查嘅結果嘅。同時咧，亦都係喚起咗大家咧對呢個住宅安全防火措施嘅關注嘅。而最近嘅消息咧，就係雲昌國居民Winnie Hui咧喺尋找咧6個月大嘅女兒何子欣嘅。而 BB 女嘅爺爺啦何華星啦，同埋咧阿嫲嫲咧就係李堅玉嘅。咁如果有 BB 女嘅消息咧，快啲通知佢哋啦！嗱，現場咧當然係所有嘅消防員啊，同埋咧救護員咧都係拯救緊啦當中嘅人啦。而期間咧喺琴晚深夜有一名嬰兒獲救咗，咁佢係戴上呢個嘅氧氣罩咧係送院嘅。咁希望 BB 咧快啲得到咧適切嘅醫療啦，同埋快啲揾到佢嘅爸爸媽媽。受到雲福苑5級火警嘅影響咧，事發地點附近仍然咧需要封路㗎。港鐵表示咧，因應咧大埔區附近嘅交通需要啦，東鐵線今早咧係繁忙時段嘅時候咧，就將額外加密咗相關路段嘅班次嘅，以疏導咧客流。並於沙田大埔區同埋咧太和站咧加強咗人手協助乘客嘅。而區內同埋連接區外嘅多條巴士路線咧都係有改變㗎。咁咧，如果出門口嘅朋友咧就留意翻咧巴士公司嘅指引啊。我哋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咧，今次為咗事件咧係表示極度難過嘅，而且咧都極度重視今次嘅事件啊，亦都指示重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。首先係要撲滅今次火災同埋救治居民啊。而佢亦都表示，消防處有足夠嘅能力係滅火嘅。消防處調動咗係140多輛消防車同埋60多輛救護車嚟到去協助嘅。而聲稱咧喺國內嘅消防單位協助咧，暫時係唔需要嘅。而另外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同埋多名嘅官員呢，今日凌晨會見記者嘅，其中咧保安局局長咧鄧炳強咧佢就指出，由於火勢蔓延速度咧係異常快速嘅情況咧並不尋常，事件已交由警方循刑事方向呢個調查嘅。咁亦都拘捕咗3名工程公司男子涉嫌咧係誤殺嘅，年齡介乎52至到68歲，目前仍然係被扣留調查嘅。火警至今係造成咗55人死亡啦。香港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表示，火災發生喺一棟32層高嘅住宅，外牆搭建咗維修用嘅棚架。消防員抵達嘅時候咧，外圍棚架就已經起火㗎啦，且有向住宅單元裡面同埋周邊嘅樓宇蔓延嘅趨勢嘅。目前係動用咗咧128輛消防車、57輛救護車，計投入係有767名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嘅。而截至27號嘅上午咧，呢場大火仍然係未撲滅㗎，而知道咧係造成咗最少55人死亡啊，279人咧下落不明，超過咧1000人被疏散嘅。而有2名消防員係受傷啦，包括一個人咧因為熱衰竭送院啦，而另外一名咧就係左腳受傷，仲有咧係部分嘅消防員都有一啲嘅輕傷嘅。而另外就係年僅37歲嘅何偉豪，英勇嘅消防員喺當中殉職咗嘅。好好地嘅一個屋苑，點解會搞成咁呢？有人話香港自開埠以嚟，今次係最嚴重嘅一次火警，其實係唔係呢？大家或者而家一齊嚟睇返喺1988年嘅2月21日，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36號至到44號嘅重慶大廈
一棟煙火氣濃厚，從背包客到商販，從世界各地旅人到街頭小販都會踏入嘅建築物，發生咗一次震撼人心嘅火災。當晚一個單位起火，濃煙與恐懼迅速咁樣充斥咗走廊，火勢之猛烈，導致一名來自歐洲嘅旅客喺逃生中喪命，另外有約10人受傷。對好多住客、旅客嚟講，重慶大廈曾經就係廉價物美嘅落腳點，亦係文化交匯、小店、各國料理同多元背景人士短暫嘅相聚熔爐。火災嘅發生，猶如一場悲劇講述舊樓結構失修、過度分間嘅客房、曲折擁擠嘅走火通道，加上凌亂嘅電線、違規嘅裝修，令到呢一座大廈長年都被冠以為火警危險之屋嘅名號。火光滅熄咗之後，僥倖者帶住靈魂未定嘅心，又帶住對未來嘅不安同埋惋惜。重慶大廈曾經係一個形形色色嘅人、語言、文化與故事交錯點，可惜就如太陽黑夜交替，喺煙霧與恐懼之中，有人永遠無法見到黎明。火災唔止帶走一條人命，更如一聲尖嘶，提醒每一個行過呢一道門嘅人，安全與尊嚴從來都唔係豪華，而係每一個轉角、一條走廊、一扇防火門所該珍視嘅底線。講返遠少少，喺1953年嘅12月25日聖誕夜，九龍嘅石硤尾木屋區突然間被大火吞噬咗。熊熊嘅烈火喺一戶人家失火之後，瞬間沿着未經防火處理嘅木屋蔓延，兇猛嘅夜風更如幫兇，短短數小時就將整個寮屋區燒成灰燼。超過53000人頓時流離失所，村民所熟悉嘅屋簷同埋港巷喺一夕間已經蕩然無存。呢一場浩劫震撼全港，迫使政府首次大規模興建抗火又堅固嘅多層徙置大廈。從此，香港嘅房屋協會嘅公共房屋政策就此揭開咗序幕啦。石硤尾由無數簡陋木屋拼貼嘅難民聚居地，轉化為高樓密集嘅公共屋邨。對無家者而言，雖然屋子細，但至少有屋住，有避難所。從城市嚟講，呢一場火劃分界線，從災難到制度革新。火過後，煙霧散去，但每一塊重建起嘅混凝土牆磚都就好似默默紀念。人命雖逝，記憶與改變卻永不熄滅。另外，剛剛收到殉職消防員女朋友喺 IG 發出嚟嘅 po， 大家可以暫停機睇一睇。大家睇咗都唔好咁傷心啦。另外咧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嘅，但係都想喺度再提翻大家咧。如果你哋係收到話叫大家籌款嚟到去幫助呢一場嘅火災嘅人咧，咁同埋有啲 QR code 咧，咁請大家咧唔好去理佢哋。另外喺呢度咧就係幫手呼籲下啦。咁喺呢一刻咧，好多人咧醫院咧都需要血嘅嚇，希望大家有能力嘅而又身體適合嘅，咁都請你哋幫幫忙。另外都喺度提下，李嘉誠基金撥款3000萬，周大福集團撥款2000萬，李兆基基金撥款3000萬，小米騰訊撥款各1000萬，嚟到係作為緊急援助基金支援大埔雲福苑火災受影響嘅社群嘅。另外信和旗下160間酒店呢都免費開放俾災民嘅。火災無情，人間有情，希望受火災嘅大埔居民好快脆可以重拾家園。嗱，火咧就真係可以幫到我哋，亦都可以毀滅我哋嘅生命㗎。記得有一次咧，屋企咧突然之間個煮食爐壞咗，於是就用打邊爐嘅 gas 爐煮少少嘢食，已經專登刻意咧將佢放喺客廳嘅中間地下，周圍係完全冇
物件嘅，咁但係都有小火發生。當其時屋企得我一個大人，而身旁就有女喺度，咁我就搏命用一塊大布咧，係咁冚熄啲火，亦都咧係再加被落去嘅。當其時真係好驚，因為個爐裏邊係有 gas 嘅，係好驚爆炸。之後火停咗，仲驚啲喎。因為咧個心口咧就係好痛，好似我哋睇緊劇集或者電影咁樣，突然間有心臟病揞住個心口咁樣。咁我係痛到不得了，就喺個梳化嗰度喺度點啊。跟住咧慢慢咧，佢先至冇痛啦。呢件事件令到我永遠都要記住，要喺屋企要小心，大家都要小心啊！喺呢度祝福大家平平安安、齊齊整整。